个下属的这个会议啊，其他的这个活动。我顶回来是敢若今年正月1月的时阵，迄阵厝边台北无落雨，咱这个台南这边敢若雨足大的。今日拄仔倒变过来，台北咧落雨落到是安怎吼？因为我逐工早起5点，早起5点时阵咧创啥？可能咧耍手机啊，准备要困啊。我都是安尼。我逐工早起5点起床去走5000公尺，去走5 km。因为这2天台北是雨够大，我2、3项即个运动鞋也袂有刷落来时阵台南今仔无落雨，唔知早起有落雨，至少我来时阵无落啦。所以真欢喜啊！第2届来到遮，顶回我讲的即个题目就是古典西洋流行以外的音乐。所以顶回我来讲即个世界真侪所在阿拉伯啦、印度真侪所在。即回即个李慧老师讲过来讲一遍我想讲，在要讲啥？就想要讲即摆有即个新南向政策啦。即摆拢讲即个按即个东南亚的国家来发展。其实我就想着讲，其实咱足久进前，咱咧讲玛利亚，玛利亚哪一国的？菲律宾嘛咱讲那玛利亚，还有广告讲考试，玛利亚买迄布偶啊，迄女哦，玛利亚有无？菲律宾啊，还有泰国啊，泰国真侪人来，台北的即个节运拢泰国的即个劳工咧起的，迄地下毋知，咱面顶10楼30公尺，迄是迄地下30公尺，迄起台北即个节运，泰国的即个劳工到3楼咧起即个建设，咱以早是玛利亚咧甲阮告诉。即摆有印尼的印尼的一寡朋友来甲阮告示大对无？即摆真侪阿公阿嬷身体无方便即个印尼的来甲阮讲，较好越南。头1990年代左右，真侪越南的即个姑娘仔过来台湾。所以我讲即今仔日要讲的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尼，这4个国家是好厝边，嘛是好亲戚。但是咧，你听即个欧美一项啦。欧洲啦、英国啦，大部分听流行歌头听英国、美国较侪啦，较少人咧听法国、德国、意大利的较少。所以讲即个欧美、英国、美国、英美、日本、韩国，你听遮尔啊侪音乐，你即摆坐飞你坐到英国、坐到美国爱几点钟？10几点钟嘛。你坐到越南要偌久？你坐到泰国要偌久？迄遮尔啊远呢？即个咱讲即个真正实际上的即个离咱遮尔啊远呢，咱心理上。算离因遮尔远。咱台南这边我毋知啦，我以早是我住家人，我家人出世大汉，但是我伫咧国中3年时阵选去迄落大学1中，迄阵有即个号做第1国场第1广场，即摆可能改名，我袂记敢若叫万国广场，即摆可能改名，因为真侪即个东南亚的朋友即个外劳伫咧遐，哇！就住伫阮边啊，甲阮斗3工，咱的经济、咱的建设，搁做咱的亲情。遮尔啊近，你敢有听过泰国的流行歌、印尼的流行歌、越南的流行歌，你有听过？无嘛？是安怎越南的？即摆政府咧讲新南向政策，即个南向政策。但是咧，咱对咱厝边的了解比即个美国搁较少，就是安尼。所以我咧想讲，不如安尼啦，即回咱来讲一寡啥物叫做流行歌算讲可能头前30-40分钟足无聊的，无像咱上即个理论课也无也要放互你听。所以可能我讲到40分钟，就讲奇怪，今仔日咧演讲讲流行歌，哪会无音乐通较听？所以前40分钟，前1点钟，袂像咱咧看即个 Discovery， 无啥物歌通听，都用讲的较济。后壁1点钟才有歌通听。一开始来讲，啥物叫做流行歌？流行歌这3字，汉文流行歌这3字，其实毋是汉文，这是我今日要首先要甲你讲。啥物叫做流行歌？有啥物因素、啥物条件，或者一个音乐安怎传播、安怎来播送，叫做流行歌。煞落才来讲东南亚这流行歌的发展。后摆比这泰国、印尼、越南、菲律宾，这4个国家当关系较即个密切的即个国家。好，一开始。我以为卖讲，因为我是教
授，因为美慧老师是英文系，对无？啊，咧看一寡即个老师看起来，哦，即个陈老师，即个较认真的主题啦。下面有时候流行歌啦，阮做音乐研究的吼，有一本即个讲一点，但是用印出来20几本，遮尔每一本拢遮尔啊高啦吼，20本啦。啊，但是即摆拢咱即摆拢是用网络咧看吼，所以我把 copy and paste， 啊，真正甲即条吼 popular music copy and paste 吼，头4张啦 ，New Times Roman 啦吼，12号的字啦吼。啊，即个是即个单行，即个每一行啊，咱就咱讲做单行的即个叫做啥？single space 12 points New Times Roman 吼，啊你爱4页啦吼，啊你有够济啊吼，但是呢，上厉害的就是伊最后你讲一however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terms to define precisely， 还讲规本做来都拢歹势啦吼 ，popular music 嘅足歹定义啊，直接要人哋讲袂出来。啊，但是伊一开始有讲哦 ，lower value and complexity， 所以讲流行歌啦，无什么简单啦，啊，无讲足复杂的，真简单啦吼。特别讲即个 art music 这种艺术的古典音乐啦吼，诶，咱拄则副主任讲，咧从文青的时阵，有去即个听古西古典音乐吼 ，art music， 哦，所以讲流行歌啦吼，无什么简单啦，足无真简单啦，啊，而且有啥物人听？ musically uneducated listeners， 啊，你咧无受过教育，袂晓听就听这流行歌就对啦。哦，啊，就是凊彩啦 ，rather than to an elite， 那迄个算讲社会较 high class 的吼，这个程度较悬的，就去听 art music。那恁这种吼普通的欧美西吼，就听这种流行歌。啊，但是伊做甲你讲歹势吼，我无法度真正就。 算讲足标准，足精确的吼，甲你定义出来。但是，咱真正要来讲，这有一个条件。啥物叫做流行音乐？你会当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吼，读国文的时阵，老师甲你讲，唐诗宋词就是古代的流行音乐，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古典音乐就是当时的流行音乐。 我一开始嘛是安尼想讲，安尼对吼，即个唐朝的即个诗啦吼，宋朝即个词啦吼，拢会当唱出来。但是我想想，安尼唔对呢，迄是要有受教育的呢。啊，即个算讲出来较好个，有互你去读册啦，唔知有通啊写即个歌诗，写这个。啊，一般咧做田的啦吼，啊是你讲什么巴洛克时期啊，啊你啊住伫咧即个大厝以外咧做田。 讲租遮的土地来种即个种田的啦，因敢有时间通去听遐个音乐？啊，你讲这叫做 classical music？ Wow, classical music in the Baroque period is kind of popular music。我想过，所以最后读足侪册了，我才发现讲有真侪教授真侪来讨论，啥物叫做流行音乐？有一个足重要的即个即个条件就是讲。 咱这个播送、咧放送的过程当中，咧生产、咧制作的即阵人，甲咧听即阵人是有分开的。像咱咧讲，你咧想讲咱台湾原住民咧唱歌，哦，不管啥物，这就是吼，我有时候想着讲，不要说原住民哦，都有丰年期，歹势吼，迄若无共款所在的人，无一定拢爱生。 鼓啊，手牵手咧跳舞，迄无共款。但是咱一般印象是安尼个，印象就是安尼个对。啊，我就是讲，咱一般原住民，哦，有啥物咧庆祝，要登咧即个吼，因个故乡，唱歌、跳舞，歌安怎来？啊，毋知阮阿公、阮阿祖、阮太祖教落来。啊，你想要要唱歌，无啊，就是唱歌逐个爽啊。啊，唱歌敢要收钱免？哦，唱互啥物人听？啥物人甲你？ 来，算讲甲你看讲，安尼唱对啊，对。咱即摆当来参加比赛对无？中国好声音吼，啊，无什么星光大道，咱去来比赛，有即个裁判咧，讲哦，你安尼对啊，对啊嘛。但是原住民咧唱歌跳舞的时阵，啥物人歹势吼，就是庄仔头内底所有的人来做裁判。你若唱了毋好，时段吼，你应该是袂唱了毋好啦。你咧做囡仔时阵咧涂骹咧白的时阵吼，你着听大人咧唱。 所以你一世人
你就自细汉你就知影，等你大汉你会晓行路徛徛的时阵，啊，你就会晓唱甲大人共款嘛。所以讲你无可能唱了无好啦。所以讲，这我就是用吼，咱即个叫做咱即摆讲国父啦、孙文啦，吼，即摆原来我想那个调啦。伊讲即个民有、民治、民享，这叫做 of people, by people, for people。所以，伫咧古早时的歌，就是啥物人写的啊？我毋知着，阮规庄头的人写的啦。啊，啥物人咧唱，唱互啥物人听，唱互阮规庄头的人来听，对无？啊，啥物人来判断讲唱了有好啊无好？无免判断好啊毋好啦，规定人大家做阵唱。啊，这就是古早的时阵。但是渐渐咱的社会会分工，你足会唱歌，安尼你免做菜，你来边仔徛，你逐工唱歌互大家听就好，就开始分工啊。啊，你足厉害，来住阮兜，我好行啦。我起一个卡数，你住阮兜，你来唱歌，来演这来你我听就好。开始分工啊，一开分工了后，有即个权力的人，伊就开始来分配对啦。吼，我就有生产的人，要做菜的人，要做啥物代志，啊，这个音乐家就出现。即个音乐家就是用音乐来赚钱，开始分工。所以，但是迄当阵都毋是这哦，迄当阵毋是哦，迄当阵都是我某人，我有即个权利，我来分配。但是17、18、19世纪，渐渐的即个资本主义开始起来的时阵，工业开始现代的工业开始的时阵，就无共款。有一群人，伊毋是有权利的人来分配。即群人，我就爱唱歌，你不如我唱歌来趁食。而且我做甲足专业的，要来听歌的人就爱付钱就对啊。这个毋是讲有一个即个。啥物庄仔头内底足大尾的，也是讲即个船长的啥物人会当决定的。这就是有一群人专门咧生产咧制造音乐，另外一群人咧为着要听音乐，开心啊快乐啊，伊就付出，即个做付出即个金钱，即个代价开始。这就是流行音乐的开始。你讲进前讲有嘛是有啦，但是咱讲现代，我即摆咧强调伊讲现代100多年、150年，差不多200年左右，是安怎会当有安尼生产制造甲消费者两份人分开？因为佫有大量报上音乐产品的科技啊。一开始无法度录音，我有即个印刷，就是敢若报纸就对啊。咱真知影迄个歌叫做。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对吧？迄是敢若150，毋知150年代的时阵写的歌，迄当阵还袂唱片，无录音，无即个技术出来。安怎发行的？安怎出版的？安怎报上的？就用簿啊，用簿啊。咱讲的即个簿册。搁较早呢，连即个咱讲五线谱、有线谱也无的时阵，譬如讲，我来听即个诸葛亮的歌听少。唱一寡歌足趣味的，唱歌足趣味的，出来的时阵，我倒来搁要听要怎办？歹势，150年代，甚至讲1700年代，无通录音啦，要怎办？就内底诸葛亮的歌听少，唱煞了后出来，外口就是咧卖歌词啊，卖即个歌词，你出来是买张顿的就对啊。若要唱咧，倒来家己唱，是安怎？无迄个五线谱，啥物谱拢无，是要安怎唱？大家想看觅。咱安尼讲好啊，无伫咧便所间，无伫咧洗身躯间唱过歌的，请举手。大家拢有唱过嘛？安尼，若袂记咧歌词要安怎办？有当就唱，袂记咧歌词啊，要安怎办？要安怎办？对吧？敢有人袂记咧 melody， 袂记咧即个旋律，开始大声来念歌词的，应该是无啦。我食遮大汉的，我听人讲吼，若有即种例吼，真正拄着即款的，袂记咧 melody 开始用念的，拜托我讲一下，我科技部后一个计划要来研究这，是安怎有啥物通？袂记咧 melody，所以其实 melody 足简单的记起来，但是歌词无简单。
所以讲即、这个印刷的即个科技出来的时阵，吼、就会当你听歌条唱出来的时阵，即歌足好听，我来买歌词的，吼、是安尼。了有即个五线谱的时阵，我那是共款，这19世纪啊，100号，我拄则讲的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佮有迄个。欧苏珊啊，迄拢到150年代的，就是出即种歌谱啊，吼咱福建吼，也是讲台湾，讲叫歌册，对无？歌仔册，咱讲歌册，歌册也无五线谱啦，数字也无啦，也无工册谱，就干那写字。所以讲，即个 melody 真难就是用即种方式，一开始，所以讲。现代100多年、150年、200年左右，现代流行歌的概念就是，咱有一群人咧行山制作，有在写歌也好、唱歌也写歌词也好，即群人用这咧趁钱，袂输敢若你咧即摆咧制作 iPhone 啦、吼，制作 iPad 啊，还是讲卖即个吼，即个做面单拢共款，就一群人咧行山，另外一群人就欢喜甘愿袂歹听，我就付钱。所以这两个，这个好集团吼，两个集团，两群人吼，安尼就互相合作，这就是现代流行歌，一开始就是安尼。但一开始无录音，了开始有录音了，那就真好啊，对无？我当用唱片，搁刷落来，有即个录音，有唱片，有广播电台，有电影，有电视，你即马有 KKBOX， 有啥物 eMoney， 啥物哈米拢共款 ，Spotify、Apple Music 拢共款，所以。你一定要有两群人，过来就是一种科技，会当帮助你这个人家会当放送出去，这就是现代流行歌概念就是安尼。所以你讲这个唐诗宋词，对啦，真侪人咧念啦，真侪人嘛咧唱，但是伊这无遮尔普遍，而且我讲的 Baroque music、classical music， 连某某一个时代。也是共款，这流行啦，无即个真好即个科技。刷落来呢，开始讲即个真正开始讲东南亚，即摆已经20几分钟啊，歹势，过20分钟了，才有歌通听，即摆也袂歌通听。来，流行音乐，来，即个流行歌这3字真歹势哦，我进前甲即个中国大陆即个学者咧相拥。真正骂到乱七八糟，骂到最后吼，其实是我，但是咧，因就讲算了，不跟你讲，没什么好讲。你讲袂赢，你袂讲。我讲流行歌这3字，无毋对啦，汉字啦，流行歌这3字吼，我甲你讲哦，我即台 Apple 吼，我开10万块买哦，因为我是卡空白空吼，空空一个掠零，敢若中年真做尔，空白空空嘛，咱靠 Apple 迄个公司。我讲我内底吼，啥物物件，啥物物件吼，我开10万多。你若会当伫咧1930年进前中文汉文的册内底，甲我找到流行歌这3字，我就送你即台互你，而且讲加送你3支奖的石英手表、珍珠华联电子计算机，加上一领毛毯吼。无啦，1930年是无流行歌这3字，汉文就是无啦。是安怎变安尼？就是因为咱流行，当然嘛有你去查即个字典内底流行，迄建国时代就有啊，迄册内底拢有遐流行，但是用流行这2字来讲歌风音乐，一开始是日本人，中国大陆学者，可能日本人小日本啊，气到要死无拢安尼，所以讲伊毋敢承认啦。但是切合民主、主义、化学、理学、化学、美学、哲学、民主。我甲你讲，至少有700个即个名词啊！我即摆就当马上讲700个互你听。迄其实是1900年左右，因为日本有即个叫做明治维新嘛，明治维新以后接受西方的即个影响，所以是安怎日本人吼？像我时间讲，日本人的英语讲无好，是安怎？因为因了解英语的专家足侪，因欧洲、美国啥物找出来，马上日本的即个日语的即个册就马上。就出来，所以讲你根本无需要去读即个原文的吼。所以讲伫咧即个明治维新以后，为着要将即个西洋的科学新的即个知识传入咧日本，真侪即个学者开始
算讲用西文，不管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都。